来到唐人街有这种感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还是上央家乡的米哦，I miss home cooking， 是不是？好啦，上央家乡的米西，那我们就来找找这里有什么家乡味。好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里面看看。有海鲜的，seafood，会散。美国有牛啊？哦，对，这是我们需要的五花肉，对不对？三片牛。这个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米西啊？客家风味，加一点吉酱不错。吉酱好不好？酸酸甜甜的。哎，我看呐，要变好嘞。 OK， 呱！我们要 cooking， 所以呢，home cooking 一定要，对对对。How much about it？ 啊，Thank you，$1。Where are you come from? Philippines. Oh, Philippines. We come Taiwan. We come from Taiwan. 酸甜買到誒，拜拜。拜。哦，都有咧。I miss home cooking. Hi, I want number 4 And number 16, one chicken, one Yeah. cola. That's all. Thank you so much. 看上音家鄉嘅米絲就會切架做。 I miss home cooking. 啊，豆皮耶！哦，我來吃吃看。老家鄉嘅米絲跟這邊的元素稍微結合一下，怎麼樣？你覺得這邊的人會喜歡吃什麼？应该像美國隊長比較喜歡吃馬來雞肉漢堡。雞肉漢堡，但是我覺得豬肉是不錯的選擇哎，那這樣我們不如就是來個中西合併，怎麼樣？不錯喲。好吃跟好吃，我这个加漢堡，對再加肉，這樣是不是超級100好顆吃？決定啦！ Give me five。好耶哟。不錯喲。但是我有聞到一個味道，啊，原來我還有一道家鄉嘅米絲。對。為您呈上家鄉嘅米絲鹹菜乾肉，香噴噴呢，可以開動了耶！哦，這個家裡鴉片的東西，不過還是最想要家鄉嘅米絲。我也是 ，I miss home cooking，我好想吃梅乾扣肉哦。